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馬灣島小島山丘，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芙蓉晶驛馬連體章。作品屬於一方老性嘅白芙蓉，白潤嘅質地，性佳質好，晶體夠，手感一流。小堂玩過唔少芙蓉，白芙蓉係石中嘅美物。呢一方白白淨淨，背部印體有一道水線，總體特別誘人。喺芙蓉裏邊，純白為最難。芙蓉石一般多少有點偏青或黃，純粹嘅正白非常少。因為純色有咗雜質就非常之礙眼，而且一目了然，造成咗鑑定較高嘅要求同埋成品嘅困難。老玩家都認為純白係最難，兩色為配，多色為雜。馬尾刀亦都講過，越簡單越難。朋友冇必要自己摸索，企喺個人嘅肩膊就可以。呢件作品已經非常正白，作品質地為基礎，顏色為輔，質地好又正白嘅芙蓉實在唔好揾嘅。作品福州圓雕類嘅風格，獸紐連體章，主題係神獸翼馬紐，又稱天馬。馬體按實馬紐嘅雕刻風格，配上天翼，馬身四肢屈曲臥坐喺印台上，馬體緊貼印台，馬首後臥，雙眼前望。天馬嘅姿態泰然，神情優雅，造型雅致。連體章市場係少見嘅，整體品相佳，實屬係一件佳品。